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港之港第39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博覽館站。博覽館站顏色為深藍色及白色，位於赤鱲角亞洲國際博覽館旁，於2005年12月20日啟用，係機場快線喺機場島嘅總站，亦係兩鐵合併前地鐵最後一個新落成嘅車站。博覽館站係一座2層高並設有空調嘅地面建築，車站大堂位於1樓，地面為月台，採用側式月台設計，係3個只有1個客用月台嘅重鐵車站之一。站內亦設有唔向公眾開放嘅島式整備月台。由於本站尾出口距離月台較遠，乘客需要用5分鐘走過通道先可以搭列車。車站會喺末班車開出前7分鐘唔准乘客入閘，並同其他車站嘅5分鐘唔同。博覽館站共設有2個出入口，分別係往東大堂嘅出口及往西大堂嘅別出口。博覽館站附近只有亞洲國際博覽館及香港天際萬豪酒店，因此博覽館未有活動舉行時，只有少數上班人士及前往酒店投宿嘅旅客使用呢個站。當博覽館舉行演唱會、宗教活動等大型活動時，車站會實施人潮管制措施，將你同別出口分別作入站、出站之用。為咗疏導乘客，港鐵會派出東涌綫列車行走機場快綫加班車。博覽館站原本只係機場快綫嘅一個整備月台，供列車停泊及掉頭，車長亦可落車休息。直至機管局喺2001年10月發表香港國際機場2020發展藍圖，建議喺機場1號客運大樓以東興建機場城，計劃包括喺機場島東北部興建一座國際級展覽場地。2004年3月，地鐵公司同香港國際展覽中心有限公司簽署項目協議，喺機場快線盡頭興建新站。2個月後，建築工程正式展開。地鐵公司喺整備月台掉頭段右側路軌加建月台同車站，該站透過2條接駁天橋直達展覽中心。博覽館站原本已稱為機展站，以機場展覽中心而命名。後來展覽中心正式命名為亞洲國際博覽館後，車站亦落實為現時嘅名稱，並最終喺2005年12月20日啟用。今日博覽館站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未完待續。